这高雄的计程车是用一个号做太阳神牌子的跳表系统，也毋过呢，这2天啊，煞有人发现讲，这跳表的时间是走转去2006年，而且费率也俗2成，也就是讲这运将呢愈走颠倒是愈了钱。也若司机是讲，这主要是系统的问题，毋过排队维修是正了时间的代志。这2天减赚的钱，毋知影要找啥物人来讨。 对高雄781一路西对复兴一路过来，沿路拢是排队等要调表的计程车，因为太阳神跳表系统自17开始出现无正常，时间甲费率向走转去2006年。运将走一抓了一抓，拢赶紧走来找厂商调整。不过，这阵高雄市的经销商剩3间，这几天伫遮自早甲暗拢是排队的计程车。有运将讲调表10分钟，不过排队就要几点钟。我想讲要来啊，不过车足多啊，无法度啊，所以就靠慢下来啊，慢2天啊，安尼啊，系啊。啊，你就个刚刚有走车？啊，你无走啊？无走一抓了一抓。对礼拜开始暗时啊，然后对10点多晚上10点多，做到早上5点多。一台大概爱开偌济？差不多，如果说简单的话啦，差不多伫5分钟至10分钟，嘿。 经销商表示，这摆出问题是1台甲2台系统，公司有提供维修的软体，只要电管就当解决。但因为要调表爱等，有运将敲电话要联络跳表系统的业者，拢找无人。这几天减碳的加开的要找商讨，因此向高雄市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来管境。工会表示，因有联络到业者，目前会先赶紧把系统恢复好势，后续会协助司机要求补偿。各车行把所有的资讯汇整齐全之后送到工会，工会商业同业工会这边会集体帮他们争取他们的权益，包含他们的营业损失、少收费用的部分。经销商表示，跳表系统无正常，是全国使用这套系统的计程车拢受影响。目前高雄市受影响的车辆数也无法度估计，不过，敢若昨一天，一间店就换4、500台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